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消息现在关于房企也没有什么好消息全部都是被强制执行。首先是碧桂园天眼查最新数据，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近日新增3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3.8亿余元。这是碧桂园地产集团短时间内又一次被列为被执行人。此前，该公司10月28日被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4.2亿余元。碧桂园累计被执行金额57亿元。11月3号，上海世贸建设有限公司新增1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9.3亿余元。执行法院为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上海世贸建设有限公司现存6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273亿元。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及中本案件信息。你看也就是这些以前知名房企现在都是已经凉碧桂园还在努力的进行债务重组，就是重组成功之后又能怎么样？进入强制执行环节的案子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多，拿什么还呢？最终恐怕都是破产重整，飞鸟各投林好似石径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根据科尔瑞数据2019年以来，商品住宅现房销售面积占比已从10%提升至今年年初的33%。全国已有超过30个省市开展了现房销售试点或出台配套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可售现房的规模或将超越期房。在多地试点中，交房即办证，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项目大受欢迎，部分项目累推出即日光，这个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了部分项目推出即日光指的是豪宅。业内专家认为未来楼市消费逻辑将被重塑，住房消费将从赌预期转为验实物。卖现房有一个好处就是第一个，对开发商可以说叫最后一击，致命一击就很多开发商已经没有资格再玩了，因为你要搞了第一项开发，你得把这房子盖好了再卖，这就对开发商的资金要求更大。所以这一条就是我们15.5期间不要转向现房销售嘛，所以很多房企其实可以关门了。第二个呢，剩下的房企呢，就是暴雷呢就稍微难一点了，对吧？它就变成什么呢？房子已经盖好了，韭菜只要愿意买，把钱一给，开发商就把这钱还给银行了，韭菜能拿到房子，这个风险解除。然后呢，就是房地产开发商欠银行的钱，那银行肯定也不愿意看着开发商破产，一破产得麻烦，所以说那就大家叫续贷嘛，延期嘛，慢慢耗。大家有没有发现开发商暴雷都是谁导致的？开发商暴雷大部分都是员工理财导致的，还有一些就是二级市场债券，因为那个玩意不能违约，一违约你就完了。还有一个就是员工，还有一个就是个人理财，就是没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暴雷说是银行导致的银行宁愿展期续贷，也不希望你暴雷，毕竟开发商一暴雷大家都不好看呢。我们再看看香港的楼市，今天我看有很多媒体报道说香港楼市回暖，这个是腾讯财经报道说香港楼市回暖，张勇等富豪蜂拥买入超级豪宅，内地人已花近1000亿在港买房。这是11月4号这几个月确实忙起来了，尤其9月10月客户多了，成交也多了。张恒10月底时候如此感慨，他在香港做地产中介6年多，他见过香港地产行业好几个周期，以他过往的经验来看，现在香港楼市已经有回暖的迹象了。张恒的客群主要为刚需买房及中产，和张恒感受一致的还有中原地产豪宅部负责人何兆长。在港从事豪宅销售已经39年的他，带领的豪宅团队依旧是中原地产今年至今的销售冠军。截至9月底，他和团队已经获得超过1亿港元的佣金。当下香港楼市的成交量正在证明张恒和何的观点，楼市回暖企稳。
中原地产住宅售价指数啊 CSI 截至10月底报 58.59 点，创了自2024年3月底 58.98 点后的新高，并且于过去9周时间内企稳至55点以上。新房的成交量也在过去几个月明显增加。香港政府的数据显示啊，今年第3季度新房销售成交了5530套，总金额超过610亿港元。之前的第2季度则销售了5403套，634.87亿元。若是剔除内部转让的话，第3季度相较于第2季度，在成交量和销售额方面分别上涨 7.5% 以及 30%， 也就是第3季度啊比第2季度有明显的增长。买家入市的情绪在增加，尤其是内地人在香港买房的热情又回来了。何兆堂对腾讯新闻潜望表示啊，香港置业的数据显示，第3季度内地人在港买新房所涉金额高达500亿港元，已接近上半年的 70%， 市占率达 48%。 若是算上刚过去10月份成交的数据，内地人买房所涉金额远超现在统计的数据。何兆堂预计啊，今年内地人在港买房套数可能会超过 1.2 万套，打破去年 1.16 万套，金额也会超过去年。公开数据显示，2024年内地人在港买房所涉金额约1300亿港元。这个香港金管局的总裁啊余伟文，他在这个一个峰会期间啊接受彭博采访时说啊，他说香港住宅地产市场趋于稳定，今年首9个月相关指数飙升啊微升 1%， 而商业地产市场仍面临一些挑战，对银行业的风险完全可控。他说啊，风险分散在不同银行以及一些中小开发商之间，香港银行业已计提了非常高的拨备，资本充足率超过 21%， 远高于 8% 的国际标准。也就是说啊，香港的金融业经得起这个房地产的冲击，也就这意思啊。首先啊，如果香港的楼市真能稳住甚至回升，那这当然是个好消息啊，它能够对这个深圳的楼市企稳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果香港的楼市一直在下滑，那深圳的楼市也很难稳得住，这个我想大家能认可。所以反过来啊，如果说香港的楼市稳住了，那深圳的楼市啊，它就有利于的吧，它稳住。但是香港的楼市是不是真的稳住了？我觉得这个还要继续关注啊。也就是这些数字啊，首先它把一半的这个房子是内地人买的，这个现象啊，你可以跟这个上海的豪宅相提并论。就是有很多有钱人呢，他确实他要分散投资，对吧？这是他的需求啊，他确实钱多的没地方放，他得考虑，对吧？往哪儿放一点。所以那个香港的豪宅它也起来。你比如说那个阿里巴巴的张勇，他就是这个情况，他恐怕在国内也有豪宅。那现在钱多了怎么办呢？现在差不多要退休了，是吧？那人家在香港买个豪宅没毛病啊，对吧？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美联储是吧，已经2次降息了嘛，正好2次降息都在第3个季度，跟这个密切关系啊。美联储这一降息，这个香港这边就会释放一部分的这个购买力嘛，对吧？因为它香港是跟美元是联席汇率啊，这个香港人他是算账的啊。如果银行的存款利息一下调，那他买房，他这个房租啊、租金、租售比，它就越来越合适，是这个逻辑吧？所以我认为啊，这个第3季度所谓的稳住了，实际上是这些因素导致的。那它是不是真的就稳住了？以后就是开始往上走了，或者是一直横着不下降了？这个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所以现在说它稳住了，还是早了一点。这个央行调查数据啊显示啊，预期房价上涨的人数已不足 10%。这个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已连续2个季度预期房价上涨的人数不足 10%。这个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起建立的一项季度调查制度，每季度在全国50个大中小调查城市、400个银行网点各随机抽取50名储户，全国共2万名储户作为调查对象。调查内容包括储户对经济运行总体判断、储蓄及负债情况、消费情况、储户基本情况等4个方面。2019年第1季度至2025年第3季度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当前居民对房价预期已跌至2019年至今的最低点，就是这个预期是越来越低啊。2025年第1季度对下季度房价预期上涨的占 10.6%， 对下季度房价预期下跌的是占 23%。2023-25年第3季度对下季度
房价预期上涨的只有9.1%，而对下季度房价预期下跌的是23.5%，预期上涨的更少了，预期下跌的更多了。预期基本不变的是55.6%，还有11.8%的人说看不准，说明什么？对吧？看涨的越来越少了，预期的吧，一旦形成，你想一想吧，这个认为房价涨得越来越少，那就说明至少买房的人会越来越少。如果你认为房价要跌，你会买吗？所以本来有买房需求的人，但是他不买的人会越来越多，那不就导致这个楼市更加低迷吗？我们再看根据中指监测的这个数据还有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说今年以来，截至7月25日，各地共发行用于土地储备的专项债45支，共937个项目，总规模2393亿元，占已发行专项债规模的12%。截至10月26日，全国各省市已公示的拟使用专项债收购闲置存量土地的总金额超过6200亿元，专项债实际发行约2160亿元。进入3季度，各地用于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专项债券发行有所加速，3季度月均发行325亿元，较2季度月均发行规模增长约50%。这个就是各路专家建议地方政府发债收购那个闲置的土地，就是开发商把这土地买回去之后，他也不开发，他没钱开发，无力开发把这地再买回去。现在到10月24号就这么一个成果，全国拟使用专项债收购存量土地总金额才6000亿，这显然是吧没有达到预期当下政策支持体系日益完善，多地收储动作频繁，但上半年专项债实际发行规模仍滞后于计划，反映出政策落地仍存在多重难点，主要表现在3方面。第一个是收储价格确定难，这个咱们以前说过了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除非收购国企的，那是肉烂在锅里面，左口袋倒右口袋都是大头，那就无所谓了。但是地方政府如果收购民企的，你价格高了吧，那叫利益输送；你价格低了吧，那叫收割民企落井下石，是不是这个逻辑你要低了，国企那个民营企业不卖不卖你还能强行收是吗？强买强卖是吗？所以这个价格很难定，而且这个开发商你一旦把土地收回去，开发商肯定坐地起价，他也不会直接涨价，他会加好多费用在里面，一会儿又是利息了，对吧？一会儿又职工安置了，对吧？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你政府整去吧。总之你要往回买，你就得掏钱，多掏钱，哪个政府那么傻呢？第二个土地抵押难解除，大多数房企在拿地后便将土地抵押给金融机构，甚至经历多轮抵押，解押是收储的前提，当然对资金链紧张的房企难度较大，这个不是主要原因这个就像那个二手房代押过户一样的，你这个土地也可以代押过户给政府，只不过是对吧？政府把这个钱给房企，房企把这钱再给银行，不就解押了吗？那有一种可能就是政府买这个地的给的钱太低了，然后你开发商拿着钱再去解押解不了，开发商拿这个地对吧？贷款的钱更多，这也是一种可能这不就跟那个好多韭菜买了房，你想把房卖掉，你还去贷款，是一个逻辑就政府的收购价压得太低也不行。它第三个呢，说土地后续利用难，那这个土地的后续利用那是政府的事对吧？政府规划的事情嘛，只是你把这地收回去是做公园，还是做什么小广场，还是修老干部疗养中心，这鬼知道呢。总之从这个实际结果来看，这些专家这些学者是吧，经济学家忽悠政府什么发债收土地，这就是这么个结局。还有忽悠政府对吧，发债收房子的，把开发商卖不掉房子收去，你不正是胡闹吗？收地都那么难，相对来说收地比较容易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是一块一块的，你收一块是一块，那房子你怎么收对吧？一个小区6栋楼，那每个楼里面这里卖了一套，那儿卖了一套，你说政府把那房子剩下的房子收了之后，你政府怎么管理呢？所以说好多专家这个学者好像这个从来不走出他的书房，就在那坐而论道不考虑实际问题。所以说自从这个我记得2023年对吧，那个外媒路边社就天天传政府要出大招，政府要出钱收购土地收储，政府要出钱买开发商卖不掉的房子做保障房。我说这个对吧，不靠谱，这就是做梦那他太不了解中国了，甚至这还是反人性的。你说政府本来就缺钱，这工资都发不下来，很多地方是吧，这工资都发不下来，你说还让他掏钱去收开发商的地，这是反人性的。你让他发债，他情愿把这债一发之后再给他变两下是吧，转一转，然后变成工资发下来多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法拍房最近这个法拍房比较火。首先是这个有媒体报道10月全国重点监测37城拍卖房挂牌
5.17万套，环比是下降了0.87，同比下降3.66%。同比2024年10月呈现上涨幅度的城市有19个。呈下降的城市是18个。北京的法拍房呢，成交总额10月份13.3亿，这个平均折扣7.5折，平均3.6人抢一套房。这个是根据叫浩海数据研究院数据2025年10月份，北京拍卖房挂牌房源773套，暂缓拍卖82套，有效开拍691套。开拍房源中成交174套，成交总金额13.33亿元。成交房源中一拍90套，二拍78套，三拍6套，套均成交折扣7.5折。这北京的法拍房是7.5折它平均我今天看到一个博主说的是广州的楼市法拍，这个博主叫王大楼，他说是广州楼市一个大 V， 就是过去恐怕是炒房子的房地产上行期炒房子挣了不少钱的一个大 V 跑路了这个大 V 的自己的房子那就变成这个法拍房了，那好多人追债应该是这样的要不然跑路干啥？他这个法拍房很有意思，保利天悦是广州最知名的豪宅楼盘之一，在楼市最高峰的时候单价在18、9万一平米，但是这次拍卖据说只能拍到7万，也就是跌的还剩1/3，大概这个意思大家看看那个王大楼是怎么说的大家看视频。用错误的方式抄底，等待你的可能是抄家。这一幕终于出现在了广州楼市的朋友圈里。今天在朋友圈里突然刷到了一张图，有个中介小姐姐说保利天悦只要7.8万一平了，然后配了一张贝壳的房源截图。这个图其实非常小，但我依然敏感地发现，这好像是前广州楼市大 V 王不帅的那套自住房子呀。于是我就找那位中介小姐姐要了大图，再对比了一下户型、配色和柜子，基本确认就是他那一套。我为什么能在朋友圈那么小一张图里面就一眼看出来是王不帅的房子呢？因为他去年刚装修完入住的时候，还特地拍了一个新家入伙的 vlog。 我对他家那套浅灰色的柜子印象特别深刻，低调干净，挺有设计感。当时我还在想，这王不帅的品味确实不错看来是真的挣到钱了。那视频里面当时还有个巨大的那个暴力熊的摆件挺显眼的，但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VR 屋子里能搬走的都清空了，收拾的利利索索干干净净，估计那个暴力熊也被他一起打包去美国了。那王不帅这套房子是保利天悦的199方的户型，能侧向望江，不是最顶配的江景，但也算是主流的好户型。当年它这个户型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因为面积不算小，总价又没有那么吓人，自己住是非常合适的。那现在在贝壳内网的价格是1556万，折合单价是7.8万，外网目前还看不到这套房源。那王不帅呢，应该是去年年底就去了美国，然后今年2月份他亲自在网上官宣爆雷跑路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广州房圈当时闹得还挺大的，我2月份的时候还专门拍了个视频去批评他跑路的这个行为。那现在是11月初，不到1年时间，他的这套自住的房子就进入到了法拍流程。这个速度说实话还是非常快。那我目前还没有在法拍的网站上正式看到挂牌信息。按照贝壳的这个挂牌价来看，其实我个人认为稍微还贵了一丢丢那法拍是有摩擦成本的嘛，算上各种手续费税费这些成本，最终的落拍价我个人觉得1400万左右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价格。那当然这个价格是我个人的观点。那这套房子其实也没有什么交集风险，那人都走了嘛，装修又比较新净，也没住多长时间，我觉得你要有兴趣买的话，拿来自住是挺好的一个东西。那说实话呢，看到王不帅的这套法拍房上架，我个人还是挺唏嘘的。一个曾经讲楼市的人，最后成了楼市的样本。他这套房子从成功励志打造人设标签的炫耀性资本，到如今变成了这套冷冰冰的法拍标的。这套房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过去10多年无数人共同的一个幻觉，以为房子永远可以上涨，以为杠杆是最好的朋友。但周期这个东西它不会跟谁讲道理，它只讲一个结果。用错误的方式抄底，等待你的可能是被滔天巨浪的抄家。潮水退去，不只是看谁在裸泳，是有的人真的已经沉在水底，永远不会回到岸上了。那在当下的楼市，我已经越来越确信，买房这件事情已经进入了防御时代。
不是敢想敢拼敢搏，而是先求稳再争胜。随着大环境变差，业主砸盘和法拍房数量暴增啊，以及在这个新楼盘呢，这个什么好房子是吧，高得房率啊，就在这些什么第四代住宅的这个概念下，你过去的房子你再好，这都面临降维打击啊。所以说曾经的啊海珠的王就是广州的，也不得不低下头，这个跌得够惨的啊。如果真的是只卖1400万，7万成交，那谁说豪宅保值啊？豪宅也不保值，豪宅恐怕也就是富人啊，他的一个配置啊。这个广州楼市大 V 啊，炒房的对吧？叫王什么帅，王不帅是吧？我不知道他，不了解。但是我想啊，很多炒房的人是一样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我身边的啊，跟我一起在北京奋斗的人呢，他分这么几种。大部分人是像我这样的，纯粹是刚需，就到点了，你得买房，没房子不行，买一套。然后呢，又是到点了，要改善，这房子小了，买一套，都属于这种状况。这是绝大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啊是炒房的。这炒房里面也分两种，一种是跑得快的。就大概在口罩之前啊，他就把房子卖，然后就没买了。实际上口罩之前，2017年开始，北京的房价就在跌了，他也算跑得快的，就没被套住。这炒房里面大部分啊是被套在里面，就是凭运气赚的钱啊，凭本事赔掉的。什么叫凭运气呢？也就是那个房价都在暴涨的时候，你买哪儿都涨。完了之后，他坚信房价是必涨，永远涨，尤其是北京，所以他们那房价回调的时候啊，他觉得这都是短期的啊，未来还要暴涨，所以他就不打算卖。最终呢，因为他们炒房叫路径依赖，就第一次第二次赚到钱了，他后面都是加杠杆，一加杠杆对吧，涨的时候你开心对吧，跌的时候马上首付就没了，在后面现金流就要断，因为你还按揭啊，你手上好几套房按揭，再加上这个房子现在不好租，租金下降，这个资金缺口就出来了。好多炒房的啊，以前炒得好的时候对吧，工作都不要了，因为那工作挣个2-3万一个月的，这个3瓜2枣的有啥意思啊，对吧，买套房过2年就挣好几百万，所以好多工作都没了，再加上其他原因吧，对吧，到了35，反正你不走，工作也会离开你啊。总之对吧，反正没工作了，炒的越多的越惨，炒的少的还好一点。也就是身边炒房的人啊，极个别的是跑了，哎，确实在高点或者在房价刚拐头向下的时候，哎，他见好就收跑了，后面没炒了，他们稍微好点啊。剩下的炒房的都是被套，只是套的重和套的轻的问题。还有一部分是死活不买房的，他从2000几年开始就不买房，坚决认为房价要跌。如果他一直挺到现在啊，那他应该心里舒服多了，因为现在房价已经跌到2015年还是16年了，北京恐怕是跌到2016年了啊，再跌还得往前倒啊。这种人啊，如果他在2020年买房，那就最惨了，忍不住的吧，实在扛不住了，跑进去买套房，这是妥妥的接盘侠。所以说不买房的就坚决不买，就租房住。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像我这样的，对房子没有概念的，对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炒房，就是买一套要刚需啊，完了之后再买一套改善。明年啊，很多炒房的恐怕扛不住了，扛不下去。几个原因啊，一个是房价跌得太，房价还要跌；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房租在跌，租金啊，全国的租金恐怕都在跌，对吧？你房子要想租出去，你就得降价，你不降价，你租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大城市工作岗位越来越少，对吧？北漂、沪漂、深漂这些人，对吧？这漂不下去就回去了，而房子供应在增加的，对吧？租房的人在减少，这租房的人很多都是去打工的嘛，上班的白领，所以说你这个租金还得下降。你租金下降，本来很多炒房的人是靠以租养贷，是吧？你租金在下降怎么办？甚至还租不出去。然后呢，很多是非法的用什么经营贷，是吧？消费贷，用这个来炒房的，银行要抽贷，也不叫抽贷啊，银行要让你，因为房价在跌啊，人家让你要增加抵押物，要么你就还一部分贷款，这有的对吧？本来的租金就低了，他还每个月的按揭贷款都够呛，还不上了，你还让他还一笔本金。所以说2026年恐怕很多炒房的啊，就像这个广州楼市大 V 一样，房子要被拍卖掉，卖完了之后他还一屁股债，除非人跑了啊，跑到美国去了，在国内你是翻不了身了。最近在网上其实很多这样的这个小道消息啊，传言呢，也是这个炒房大 V 爆雷了，那个炒房大 V 要跳楼，网上好多啊，对吧？到明年估计这样的传言传闻会更多。好，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